嘉义县科学教育中心配合水上乡的产业也有信仰文化，举办草药的体验活动，带家长也有学生囡仔来认办水上的特产，也来学习到特别的科学。囡仔用引爆来引药草，准备要来做会当刮网糖的香茶啊！第一届有这种体验，大家拢感觉真新鲜。嘉义县科学教育中心举办药草行读活动，带家长甲囡仔为药草来学习地方的历史。哦，咱这个所在呢，以前呢叫做水骨头。啊，水骨头的意思呢，就是遮有足侪迄个水骨啦。啊，水骨啦呢，在咱进前哦，有足侪的蚊蝇哈，会杂生哈，所以足侪迄个瘟疫的产生。啊，那因为咱遮的这个祖先吼，以前来这个台湾遮的所在的时阵哦，种足侪草药啊。囡仔会当参与去挖这个药草，袂歹啊，亲近乡土，亲近自然。真好耍。啊，有啥物所在好耍？就是做这个红包，有去迄古早厝。为着要让大家知影水上乡地方名的由来，甲地方自然的演变，所以这个活动佫安排在地历史的行读。有家长就讲会当借这个机会，让囡仔熟悉家己的故乡。认定的所在先有水的问题，水了唔到，我就行动种一寡农作物嘛吼。所以水骨头会使说讲性水上的发源地啦吼。带着我的小朋友一起来了解，就是我们从小居住的环境，对，而且很有历史意义。水上乡因为地理环境的关系，早期就有使用药草拜药神的文化。嘉义县科学教育中心表示，活动除了要学习食物的科学以外，嘛希望透过行读的方式，让在地特有的历史甲文化会当继续延续落去。记者林伟霆，嘉义报道。